戒煙之後咧，其實會出現啲咩斷癮症狀㗎？咁呢啲斷癮症狀又可以點處理嘅咧？其實咧，戒煙初期咧，身體會因為缺乏尼古丁啦，而出現一啲短暫嘅不適，叫做退癮現象嘅。咁咧，例如有經常產生吸煙嘅慾望啦，個人會覺得囉囉攣啦，好唔自在啦，而且又難集中精神啊咁樣嘅，掹掹震震啊咁樣啦。咁如果咁樣咧，我哋會建議你咧，譬如話做下其他嘢，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啦。等啲煙癮咧逐漸消失咧，又或者做下一啲減壓嘅嘢，譬如話飲下水啊、深呼吸啊，咁幫助自己舒緩下嗰啲情緒咧，同埋提高翻自己嘅集中力咁樣嘅。咁有時候咧，你亦都可能會有啲咳啊，或者口乾啊咁樣㗎，你亦都可能會咧成日覺得肚餓啊，咁你可以飲多啲暖水啦，又或者食翻啲喉糖啦，舒緩嗰個不適嘅。咁又可以食多啲水果啊、蔬菜又或者無糖香口膠啦。咁咧就唔會驚針磅㗎啦。如果有便秘嘅問題咧，咁咧就記住飲多啲水，同埋食翻一啲高纖維素嘅食物。另外有啲人咧戒煙時可能會覺得好攰啦，同埋會眼瞓嘅。咁咧盡量就要休息多啲啦。飲食方面亦都要均衡啦，同埋避免攝取一啲過多嘅糖分嘅食物。